等会儿那个龙三出来，他往那边走，我们跟过去，然后把他抓了。龙三。哎，兄台，我这样追上你呢。哎，兄台，喂，哎，小兄弟，不要问。刚才我看到几个江湖人士在打手语，他们好像要对你下手。不会吧？我平时极少出门，没有什么仇家。你当然是没什么仇家了，但是你爹娘没有教育过你吗？出门财不可外露，估计啊是盯上你的钱了。我这个样子很有钱吗？一看你就是一个不经常出府的大少爷了，没什么江湖经验。你啊，虽然穿了一件普通的绸衫，但是你手上那个玉扳指，还有你的帽子跟腰带上镶嵌的美玉，都是极品兵种。再看看你这把古扇，这扇面是黄庭坚的真迹吧？足以买下这整栋酒楼了。啊，我倒是忘了这些细节了。小兄弟，你真是好眼力啊！哼，其实在下的能力呢，不光是刚刚在楼上说的那些，我对鉴赏古玩玉器也是不在话下。多才多艺，真是多才多艺。哎，不知道小兄弟叫什么名字？我们交个朋友吧。哎，你先别问我叫什么名字，我先问你，那个揪我小辫子，你那个大个子跟班呢？我原来还带了几个跟班，不过都被我派出去办事儿了。我们约好了，在街角转头的那个书画斋门口碰头。哎呀，如果你这样一个人出去的话，估计你也走不到书画斋了。那怎么办啊？这样吧，看在你刚才帮我解围的份上，又请我吃了一碟点心，我来帮你。先帮我开个房间。开房？你要干什么？哎呀，这个是我哥哥的衣服，赶紧把你的衣服脱了，换上这个。干嘛？你是不是笨呢？我换你的衣服，你换我哥哥的衣服，我出去把他们引开，你不就安全了吗？哦，多谢小兄弟啊。哎，可是我能穿你哥哥的衣服，你身形这么瘦小，怎么穿我的衣服呀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我行走江湖多年，区区这么一点小事，我还是有办法的。到时候我扮成你出去，把他们给引开。你到了书画斋，我再回去找你，就这么定了啊。怎么了？难道你还怕我把你这身行头骗走了不成？小兄弟，你说笑了。我知道小兄弟啊，你是一个身怀绝技、行侠仗义的人，哪会在意身上这些俗物呢？只不过，我担心你这样帮我，会不会有危险？哎呀，我的轻功你又不是没见过，区区小意思啊。那就多谢小兄弟了。想不到这天子脚下，北京城内，光天化日还有人抢劫绑架，也难怪朝廷会实行严苛的刑罚。亏你还饱读诗书，这什么狗屁道理？推行暴政，我虽然不懂国之大事，但是我也知道，唯有仁政才能治理天下。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去换衣服呀！